我學古琴呢，實際上都係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嘅，因為以前我自細都玩音樂啦，但係嗰陣時係唔知道咩係古琴嚟嘅，根本對古琴係完全唔認識。咁係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咧，買到啲古琴，買到2張嘅古琴唱片，咁就發覺古琴嘅聲音好特別，同我平時以前所熟悉嘅樂器係好唔同。咁就開始就去即係多聽同埋去揾資料咯。咁理解原來古琴係中國嘅一個好重要嘅傳統文化，同埋古琴係一個係心靈嘅音樂。我係80年代開始跟阿蔡德允老師學琴嘅。我跟佢學琴嗰陣時咧，最簡單講咧，就唔係淨止學到點樣彈佢嘅曲啦，而係理解到一個嘅文人嘅心態。因為蔡老師佢除咗彈琴之外咧，佢亦都係一個好有名嘅書法家，亦都係詩詞家。咁所以同佢傾偈咧，你可以感受到一個嘅文人嘅氣質。咁所以變咗就係將我哋嘅眼界開闊咗啦，唔係只係聲音，唔係淨係琴嘅聲音，而係一個文人嘅一個嘅藝術嘅表達。最清明調就係琴簫歌三部分㗎啦。咁嗰個曲詞咧就係用咗李白嘅3首清平調嚟到譜咗曲嘅。咁就係成首曲嗰個構思就係描述咗即係李白係嗰個飲醉酒，然後就俾皇帝係召咗入去作詩呢一個嘅情景。80年代開始已經係嘗試創作㗎啦。我一路都有咁嘅睇法嘅，我覺得古琴係唔係博物館音樂啊嘛，佢一路都係需要有新嘅發展嘅。咁我就叫做膽粗粗啦，咁就學咗琴唔係好耐咧，我都嘗試去創作咁但係我覺得創作得即係有意義咧，個創作係需要係基於傳統。即係唔係話只係用一啲新嘅材料啊、新嘅手法啊，咁啊寫一首好新嘅音樂。平沙落雁比較特別，不是一般版本的平沙落雁，是蔡德允老師的傳譜。我們所謂就是裴本，就是裴介慶傳本的平沙，就比一般的平沙呢比較多動感。2025年呢，這是蔡德允老師誕辰120週年。因為蔡老師是1905年出生的，那麼蔡老師呢來香港之前，很長時間都是生活在上海的。那我們這次來呢，就把蔡老師傳給我們，謝老師傳給我的這些東西，跟上海的觀眾分享，其實很有意義。剛剛出版，一般人還都沒拿到，所以今天見你們太好了。謝巨仁先生呢，是一位非常在琴學造詣上和演奏上都非常全面的古琴家。他和其他的古琴家有很多不同。那麼他的特點是，他在古琴的演奏、打譜、作曲以及學術研究都全面發展。所以呢，在當代這樣的古琴家是不多見的。香港的蔡德允先生這一脈呢，他是有非常強烈的文人琴的特點。那麼蔡德允先生他本人是一個大家閨秀，所以他的門下弟子呢，全部都是有非常高的素質，非常高的文人素養。那麼謝巨仁先生呢，他本人是一個醫學工作者啊，他是一個外科醫生。那麼但是呢，他在這個自己還沒有退休的時候就提前退休，然後去念了一個音樂學的博士。
与此同时开展了他的这个音乐的创作和研究的这个事业。他在学术研究上特别重视律学这方面，他在他的这个《古琴今节72问》里面，其实也融入了很多他过去的论文里面的一些新的发现。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个音乐版，而这本书是他的音乐会的一个文字版。